亲爱天父，我们呼吸在你脚前，献上敬拜，你的光闪亮黑暗，你的话语引领的方向。哈利路亚。葡萄牙、花地瑪、玫瑰、聖母殿，天主教最重要朝聖地之一。歷史源於一系列被教會認可聖母顯現事件，也對全球天主教產生深遠影響，亦係葡萄牙國家象徵，更係全球天主教嘅靈性中心。多位教宗曾親自造訪花地瑪，特別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將自己1981年暗殺中幸存歸功於花地瑪聖母庇佑，並將從槍手中取出子彈，鑲嵌在聖母像皇冠上。每年5月13日和10月13日，數以萬計信徒會聚集在花地瑪，舉行燭光遊行和彌撒，祈求世界和平。聖母顯現事件源於喺1917年，當時3名放羊牧童，分別為10歲盧西亞同埋佢嘅表弟妹9歲方濟各、7歲雅琴達，喺花地瑪附近伊利亞小徑放羊時，聲稱睇到一位比太陽更明亮嘅女人。喺當時，當地宗教教會、世俗當局對牧童講法持懷疑態度，甚至曾短暫拘留。然而，隨住時間推移，教會開始調查事件。到咗1930年，萊里亞主教正式宣布這顯現值得信賴，並批准對花地瑪聖母的敬禮。方濟各和雅琴達喺1918年同1920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中相繼去世，佢哋後來被教宗方濟各封為聖人。露西亞則成為修女，並活到2003年去世。從1917年5月13日起，聖母瑪利亞喺每個月13號顯現，直到10月13號為止，共6次。聖母瑪利亞向孩子們傳遞了關於和平、悔改、祈禱，特別是玫瑰經以及對罪人的寬恕等信息。喺嗰段時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聖母嘅信息強調祈禱對於世界和平嘅重要性。最後一次顯現時，據稱有數萬名群眾聚集喺現場，目睹太陽跳舞神蹟，當時使得花地瑪聲名迅速傳播起來。隨住朝聖者人數激增，花地瑪開始興建基礎設施，以容納更多信徒。喺聖母顯現確實地方建造一個可容納幾百人小教堂，讓每名信徒得到聖母心靈祝福。為咗應對龐大朝聖人潮，玫瑰聖母聖殿依座宏偉新古典主義風格大殿，1928年動工，1953年祝聖。里斯本大耶穌像
係葡萄牙最具標誌性地標之一，位於塔霍河南岸阿爾馬達。大耶穌像建造靈感源於巴西里約熱內盧著名基督救世主像。喺1934年，當時里斯本宗主教曼努埃爾貢薩爾維斯塞雷熱拉喺訪問巴西里約熱內盧時，深深受到基督救世主像的震撼。大耶穌像由建築師安東尼奧利諾及雕塑家弗朗西斯科弗朗哥設計。雕像下連底座建築高達110尺，於1949年動工，歷時10年，於1959年5月17日正式落成。雙臂張開，面向里斯本市中心，象徵住擁抱呢座城市與里斯本人民。呢座橋連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和對岸嘅阿爾馬達大橋外觀，時常俾人聯想起美國三藩市金門大橋橋身鋼材及設計，確實與金門大橋同屬一家公司負責建造。